到一个一中两国，那您是认同的吗？目前呢，在党的这个两岸论述的部分，有很多人提到，是不是应该要做重新的讨论、调整等等的。那未来如果说我顺利当选党主席的话，我想必要的讨论辩论，我觉得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党内毕竟不是一言堂那党也不是党主席一个人说了算所以这势必要经过党内的讨论跟辩论来形成党内的最大共识。那我们也必须确保这个共识跟台湾的主流民意能够契合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的社会。那在这个民主政治当中，国民党作为主要的政党，我们当然必须跟民意贴近所以任何的这个党内重要的论述议题的论述也好，两岸的论述也好，都应该在讨论，然后形成共识，然后最后贴近民意那不过在两岸论述的部分，我想不管我们怎么样讨论，我们都必须以确保台湾的民主自由为出发点来讨论两岸未来的走向也好。那你觉得有这个黄复兴在对改革的这个声浪？国民党作为一个社团法人，所有的党员都是我们的资产，包括黄复兴党部、黄复兴党员。那特别是黄复兴党员过去以来一向对本党非常的重视，所以作为一个政党，我们在党的改造过程里面，我们希望所有的党员是改革的伙伴而不是被改革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时代环境里面，我们应该要重新来找寻每一个党员，还有我们不同党部他的一个时代任务跟角色。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改革的方向，而不是简单的只讲说改废或者是砍。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跟党员一起在改革上面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增加或者强化党员对党的一个向心那相对的，我们也要问党能够给党员什么样的服务因为我们是社团法人，所以照理讲，我们应该是要照顾党员，我们是要服务党员。有了服务，他们感受到了，才有可能反馈回来对这个党向心。那这也是我提出的改革理念当中，我们希望组织的扁平化，我们希望宣传的网络化，我们更希望服务的数位化这些就是希望能够重新找回党员对党